我是讲你咧创啥？啊？你在创啊？在伤大声啦！哦我是讲你咧创啥？你哪咧加这草啊？啊，我动物咧？我今仔就是咧准备迄羊驼甲斑马的食物，啊，这是什么草？这叫做迄个狼尾草。狼尾草。嘿，对。有啊，啊，阮敢会当食这种草哈？哎呦，这人嘛会使食呢。人会晓食真的哦。嘿啊，对啊，我甲恁看，倒位会使食。哇，敢有好食哈？敢有甜甜？我讲可能较适合迄羊仔肉豆甲花雕马啦。不过吼，气味是袂歹，啊，无遐甜啦。哎，对。但我清甜。哎，因为这放一工去啊。哦，放一工。新鲜的，搁愈甜。愈甜。哎。哦，有内底有迄汁。哎，对。啊，我甲恁教看要安怎加草啊。好啊。嘉宏逐工拢会足认真，甲牧草剪好水，安尼羊仔落肚甲花雕马食落去了后，才袂胀气。嘉宏讲，胀气对花雕马来讲是一件足危险的代志，严重的话是有可能过身的，所以一点仔都袂当凊彩。